买调料的太多了，我都不知道真假。我告诉大家哈，今年嘎我争取让大家以后看不到那些导视频的了，但是可能有点难，但是我一定会那个干。我今天刚刚得到一个好消息，因为我不是跟大家说我们找了律师去起诉那些盗我视频卖其他伪劣产品的那些噻哈。我们从去年号开始起诉，现在在今天得到一个好消息，就是他们收到了那个侵权啥子？侵权起诉之后，已经到目前为止已经有2家商家直接来找我们，请求我们能不能撤诉了。我们现在的态度都是绝不撤诉，一定追究到底。所以说，不管那哈看我直播的是我的粉丝朋友们，还是我的顾客朋友们，还是说有同行，有那些不良商家盗我视频的那哈，说不定还在录我的直播，我在那儿警告你们。我一定会追责到底的，不要到时候我已经起诉一来，又来可怜巴巴的说，哎呀，你能不能撤诉嘛？不可能，我告诉大家，我不可能撤诉，我一定会告你们到底。